好，等我同你講解下華人生物2396。首先，佢間公司專注嘅賽道其實好清晰，就係解決一個臨床大難題，醫治難愈合嘅傷口，例如嚴重燒傷同糖尿腳潰瘍。佢哋唔係咩都做，而係將所有資源同10幾年時間專注喺一個叫 PDGF 嘅生長因子技術上。你可以理解為佢哋唔係發明新成分，而係用更先進嘅方法，將一種已知有效嘅細胞信號大幅提升效能，變成更強嘅新一代藥物。呢一種深度研發嘅模式，正正係生物科技公司創造價值嘅地方。跟住佢嘅市場機會有幾大，可以話係等緊一個先行者。喺內地，針對呢一類傷口嘅高端生物藥市場幾乎係空白，而患者數量龐大。華人生物嘅燒傷藥研發進度喺國內係數一數二，有機會成為首隻國產 PDGF 藥物。呢一個第一嘅身份好重要，意味住如果成功，佢可以率先佔領市場，建立品牌。而家喺臨床階段遇到數據挑戰，需要同監管部門溝通。呢一個係創新藥研發好常見嘅關卡，能夠行到呢一步，同藥監局深入對話點樣達標，本身已經係一種實力嘅證明。代表佢嘅產品被認真看待。最後點樣看待今次 IPO？你可以理解為一次參與早期創新嘅機會。佢將集資嘅60%幾資金繼續投入兩種核心藥嘅最後衝刺同商業化準備，顯示路線明確。對於睇好中國醫療創新、願意用較長眼光看待投資嘅人嚟講，呢一類公司提供咗一個渠道去支持同分享一款本土創新藥由研發走向市場嘅過程。當然，所有創新都有不確定性，所以用自己可以完全承受嘅資金，以支持成長嘅心態參與，會係一個更積極嘅角度。當然，風險管理永遠行先。佢冇基石投資者，確實少咗個短期信心支持。你可以將呢一次認購視為一個入場券，用10000蚊左右嘅成本去換一個未來成為行業領先公司股東嘅可能性。話明係可能性，就當然有甩碌可能性。總而言之，華人生物展示咗一間專注型生物科技公司嘅發展路徑，專攻一個有需求嘅領域，用技術打造優勢，並努力成為市場嘅先行者。值唔值得參與，就視乎你係咪認同呢一個方向同佢所處嘅階段。如果想收到更多新股、潛力股同埋潛力幣資訊，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